羊肉串，羊肉串，新鲜的羊肉串。老板，今天搞活动，今天来我这儿吃饭呢，每桌送2瓶啤酒，4个羊肉串。这是赠送的，你先吃着。行，你看你点点什么？你先去忙，我一会儿叫你。一会儿叫我。老板，点菜吗？不点了，你不是还没点菜吗？吃饱了。你给我算算吧。算什么算？都是送的。那我走了。是不是我送早了？不打，正好。老板，咱这活动什么时候结束啊？现在就结束了，都像你这样，我不就倒闭了吗？那好吧，下次有活动记得通知我。老板，问你个事儿，啤酒多少钱一瓶10块。刚才我中了1瓶，不喝了，你给我退钱吧。嘿嘿嘿嘿嘿。这个老爹，我真的服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不是你。雪。